我是念初中的最后一届，我的下一届就是国中第一届。所谓初中跟国中的差别，我想念过初中你就知道，就是要小学毕业要念初中高考试，那国中的话就比较不是职称。那话说回来，国中有17年，17年到今年已经46年了哈，所以念初中的越来越少哈。那我第一排的最后面那一个，他们说地方牌，然后中间正中间看起来很泱泱大树，那就是校长，当时的校长代校长，也是在嘉义县的大理国小、大理国民小学练的。这里就很是都可以讲得出来。下一代看到这一张，那我也有小学毕业照片孙子呢，这个曾孙，我也有。如果说有4代、5代的小学毕业照片，再加族这个族谱排列下来，那个价值不言可喻，马上就看得出原来这样的传承。爷爷念的小学毕业照，这个爸爸念的小学毕业照，还有本身念的小学毕业照，3代、4代排比，你就知道什么叫传承，什么叫这种累积这样子的这个传承这个永续家族连连的取得个体。好，下一张。那就稍微大一点你看，我被我妈妈抱着那个小朋友，现在最右边这个就是我念大学的时候，最左边就是我爸爸妈妈，另外2个就是我姐姐跟姐夫，还有他们的小孩。你可以这样一代的家族照累积传承，不要很多的文字解说，看的都可以知道年长在年轻成长照好。再下一张，这个就是古时候的族谱，古版的古时候的200-300年前的族谱的样子线装那种，也许我们现场也有几种这种线装的古代的族谱，令人发思古幽情。好，再来，这个解说这个姓氏的解说，好像我们会场的台北市以这个陈林张炳国这个几个大姓他都有排比下来。再下一张，这个就是一本叫《赖国父年中大族谱》。有时候你看到这样的族谱，对姓氏的研究不是很了解，看到赖国父，这个3个姓列排在一起呢，原来就是赖国父古时候是同一个祖先，后来分支的，所以古时候的话，赖国父3种姓是不可以联姻的。好，再下一个。那这个还是讲到家谱的价值。简单的说家谱族谱的价值就是一种传承，一种记录那么一种显明的这种鉴定，这种终极的凝聚的功能。有时候我碰到一个同姓，我们就说，你姓林我姓林，